小人乡17个角头，24个庄头呢，有9个在地电头是家己组团的。其中这大天护国宫的龙凤狮阵，因甲宋江阵结合着龙凤狮伫咧内面，佮再配合12尖言替信众祈福。另外，也有传承100年的吉字辈家长团来出阵，咱做伙来看庄头这个正人是安怎守护祖先留落来文化。 由灵、风、神童组成的龙凤狮阵，拍鼓3连，号称阵头守护神，祈求在场的人平安顺遂。小人乡第2角探见的嘉义大天护国宫，以传承一家子的龙凤狮真出名，兼结合宋江阵因的特色，上细汉的成员敢若幼稚园大班，队伍编制30人，实际落场的有9个。这个阵头因过8有6颗无出来表演，民国109年才复阵。那什么角色啊？打锣。 在过程当中啊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喜不喜欢这个阵头？会希望永久传承，因为这个阵头很少，因为全台湾只有我们这边有。龙凤狮阵守护神是28生肖，起头敢若用令牌，到民国54年才甲团组起来。上特别的是庙方佮甲守护神金身放伫天井顶头。因讲全台湾敢若因安尼做，表演者的骹步手路嘛结合12支真言，代表天神祝福，保庇圣众的祈函。伊特别交代讲吼，龙凤呈祥，祥狮献瑞，天神赐福，保佑平安。哟，伊就交代这6个字尔。 哟，伊即个阵头的意义就是安尼，所以讲伊的阵法，就是拢咱道教的一寡文化。小人乡17角头24庄，这摆有9团家己组团出阵，包含宋江阵甲北比图，其中嘛有吉字辈家长结合堂，已经有上百档历史。这回嘛呈现相助献水的阵法，嘛通看到家长文化的威力。大家拢主动要出来甲金龙殿斗闹热，这就是金钟殿的管辖之内啊，管辖伊咧管辖到24川庄、14角头，这拢属于金钟殿管的。金钟殿咧闹热当然爱出来，大家斗相共。阵头毋是干那看表演尔，也叫会当看到因团结甲论证的守护战。虽然话阵头中有停过，各角头嘛是拼死传承。这份嘉义土地的文化，就是因为这份坚持，才通代代相传。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。